那么第二就是持戒。那么持戒呢，是有些人可能讲的佛教的这个持戒呢，好像很麻烦的，就是有很多约束，条条框框，就是很困难。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佛教里面的所谓的戒呢，就是这是定一个人生的方向，免除什么呢？就是企图。让我们人生的这个车呢，就是规规矩矩的、圆圆满满的，就是到目的地。就像是一个国家有国家的宪法，一个企业有企业的法则，一个学校有学校的这个校训，或者说是学校的校规。连开车的话呢，也有红灯绿灯啊。这开飞机的话呢，也有导航，就是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高尚的人的话呢，他都有不同的一些戒律。所以这个戒律呢，我们就是不能看着是一种约束。如果人什么约束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放荡自然呐。任何一个可能大学教授有大学教授的各方面的这个接轨比较多的那小学教授的话呢，小学教授他有他的一些原则，这就是以原则就叫做是佛教里面的戒就是戒。那这个戒呢，就按照大乘佛教来讲呢，有这个禁止恶行戒、色即散发戒、饶益有情戒，就这三种很重要的。我们佛教当中讲这个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这种向善的所谓的正能量方面的呢，尽量的积聚起来然后作恶的方面，深刻意的就是一些，比如说说妄语屠刀还有这个邪淫以及这个过于的贪婪危害别人的心这些全部都是尽量的放置。就放着，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戒律。尤其是按照大乘佛法的意义来讲，最重要的戒律是什么呢？就是要饶益有情。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原来就是题目就是写的是有一种食品叫做是利他，但后来我也不知道，就是校方这边也换了，但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我想是我们世界当中的很多人有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就是有些女孩子就是喜欢这个口红然后很多我看台湾这边的这个男孩子的话呢，头发也是变成红色、黄色，然后衣服也是穿的这个各种颜色的，尤其是很多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很多在我们以前我在放牛的时候呢，有些裤子就是当时是比较贫穷的人穿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就是我们以前在藏地就是贫穷人穿的膝盖都烂了的那些呢，现在很多就觉得这是很好看的，这是一种装饰品。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你们就喜欢穿什么都可以，喜欢做什么样打扮都可以，就是只要是你有一种美好的话呢，都可以的。就是怎么样，你有3个耳环也可以，4个耳环也可以。印度人有很多鼻环，就是鼻环也可以。然后呢，我们就是头发就是往上卷也可以，往下卷也可以，什么样都可以，白色也可以，红色也可以，蓝色也可以，绿色也可以，彩虹都有。为什么美呢？它有五颜六色，就是所以我们人的这个头发也是这样的，衣服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的这个自由的地方的话呢，就是更喜欢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是非常好的。但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个美所有的这些美当中呢，利他是最好的一种装饰品。说实在，我们只要有一颗利他的心的话呢，那他的在大乘佛教当中，即使他的有些语言说的有些妄语的话呢，也有开许的时候即使他的身体呢，比如说有一些其他一些不太如法的行为的话，如果他的心思完全是只是作为这个利他的无条件的利他的话呢，那在自我牺牲的过程当中，在别人面前可能现实的有些行为呢，就是并不是很如法的，在佛教的小乘当中予以制止的，但是在大乘佛学里面呢，有僧侣的个别的一些罪业呢，就是只要是对众生有利是可以开许的就这是可以开许的。因此，我想在所有的这个戒律当中呢，按照大乘来讲，就是利益众生是最重要的，损害这个众生呢，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破戒。当然，这个戒律呢，就是到最
高层次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儒中论当中所讲的一样的，就是疏忽戒律的人所疏忽的戒律，以及这个戒条当就一切的都是以这个三轮提供。当然这种境界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也许你们有，我不能这么说啊。你们这里很多大菩萨就是觉得说，哇，我已经就是有了就是最高的这个三轮提供，一切戒律一刹那的意念都是不产生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呢没有发现我，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就是这个持戒，就是持戒呢，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它是一种美德，就是这种美德呢就是佛陀2500多年前所制定的，现在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东西方人类当中的话呢，都觉得是人需要这样的约束。人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呢，确实也是变成这个流浪汉。所谓的流浪汉呢，就是对社会的秩序呢，也不一定是有利的。那么自身的这个维护呢，也是无利的。因此，许多人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学法律的人呢。我刚才在中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台湾大学这边学法律的一个学者就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感觉得到，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在这个学法律方面的人的，从他的眼光和从他的研究层面来讲，我们佛教的这个戒律就如今来讲是，它体现出一种特别就难以想象的一种功能，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呢，不论是什么样的层次的人呢，都需要就是受戒，否则的话呢，可能什么戒律都没有的话，有些人呢，就是家庭也就是糜烂了，然后这个工作也糜烂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约束，没有约束的话呢，没有道德，没有道德的话呢，那什么都是就可能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这就是戒律方面的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戒就是这样的。